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天气话变就变，昨还阁穿低袄出门，今仔日就爱穿厚外套咯。这个北部的温度一日降至少6度，上主要是东北季风增强，天气转湿冷。明仔载后日，北部上低温剩14度。这波东北风会影响到拜5、拜6会短暂回温好天，但是到礼拜，阁有后一波的东北风会到位。这个天气变化是真大，乡亲都要特别注意。穿羽绒衣、穿到外套，也有底帽啊挂嘴暗，全副武装来翕相。甲昨的天气一比起来，差真多。东北季风开始增强，带来比较凉的空气，也带来水汽。在北部预测的高温大概只有22到23度，跟昨天将近30度的高温相比，落差是蛮大的。东北季风增强，今仔北部低温只有22度，比起昨日，这手就落6度落来。明仔载到后日2天，北部、东北部低温嘛降到14度，而且落雨情况会愈明显。北部、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性的短暂雨，花东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。那其中在比如说基隆北海岸或是东北部地区，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。这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拜5、拜6的气温会回升，嘛袂落雨。但是礼拜日开始，第2波东北季风又搁来啊，到时阵又搁是湿湿冷冷的天气。